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收睇粵語頭條，我係主播曲號。端午粽賣唔喐啦，果蒸粽銷量暴跌1.14萬噸，五芳齋創可貼門引全行業地震，係品牌自救失敗定係集體涼涼？打工人破防，到咗端午節，果蒸粽市場正逐步進入銷售高峰，只不過冇諗到喺銷售旺季到來之際，一個疑似帶血嘅粽，俾端午市場蒙上咗一層陰影。事件發生喺5月初，一位 IP 顯示喺江蘇嘅網友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視頻話，佢餵緊蜜棗粽俾細路嘅時候，居然入邊發現咗一個創可貼，創可貼上邊仲疑似帶住血。更加重要嘅係呢隻問題粽嚟自知名休閒零食連鎖品牌羅伊份，其背後嘅生產商係中國最大嘅果蒸粽企業五芳齋。事件迅速喺社交平台上面發酵傳播，公眾質疑嘅聲音不斷攀升。面對洶湧嘅輿情，羅伊份喺5月12號凌晨發布情況說明，已經第一時間同消費者建立聯繫，並承諾如果消費者因為食用含異物嘅蜜棗粽而出現身體不適，公司將承擔由此產生嘅所有檢查同治療費用。此外，羅伊份仲對涉事批次嘅蜜棗粽進行咗全面落架處理，並提醒消費者可以選擇就近門店退換貨，仲可以得到相同金額嘅額外補償。與此同時，作為供應方嘅五芳齋亦都通過官網發布聲明，聲明當中話公司已經關注到合作品牌蜜棗粽產品引發嘅網絡輿情，第一時間成立專項工作小組，同羅伊份協同展開全面調查，同時主動配合相關監管部門開展現場檢查。喺進一步嘅說明當中，五芳齋仲由流程管理角度進行咗詳細解釋。按照內部規定，手部受傷嘅員工不得參與果粽等食品直接接觸環節，其他非直接接觸食品嘅車間員工，如果需要用到創可貼嘅話，會由專人發放同回收含金屬材質嘅專用藍色創可貼，同時要求佩戴專用一次性手套先至可以作業。儘管兩間公司迅速作出咗響應並啟動調查機制，但公眾嘅疑慮並未完全打消。5月13號晏晝，羅伊份再次發布聲明，進一步回應社會關切。聲明話涉事產品已經封存，同消費者達成和解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冇檢查到相關批次有任何不合格產品，調查仲喺度繼續。無論結果係點樣，今次嘅事件已經為成個果蒸粽行業敲響咗品控嘅警鐘。考驗再上強度。近幾年嚟，果蒸粽呢個傳統品類嘅市場行情可謂係一年不如一年，生意嘅低迷唔再只係某一個品牌嘅偶發困境，而係成個行業面臨嘅普遍性難題。以行業龍頭五芳齋為例，舊年營收係22.51億，同比減少14.57%，淨利潤係1.42億，同比減少14.24%。其中果蒸粽作為其核心產品，表現尤為疲軟。果蒸粽系列產品營收係15.79億，同比下滑18.64%，銷量減少咗1.14萬噸，係其所有產品之中下滑最為嚴重嘅。回顧過去3年，五芳齋嘅業績一早已經失去咗高增長嘅勢頭。2022年到舊年年間，除咗前年稍有緩衝之外，其他2年嘅營收同淨利潤嘅下滑幅度都超過14%。雖然五芳齋喺今年第一季度業績略顯回暖，但係啱啱進入最關鍵嘅第二季度，就迎嚟咗一場猝不及防嘅食品安全風波，比五芳齋本身就脆弱嘅年度復甦計劃蒙上咗更多不確定性。實際上，並非只得五芳齋喺度死頂，成個果蒸粽賽道好似都陷入咗相似嘅低迷狀態。根據王上皇年報，珍珍老老母公司嘉興市珍珍市老老食品有限公司，舊年淨利潤虧損2900萬，虧損額度較前年嘅810萬進一步加深。舊年佔三全食品總營收半壁江山嘅湯圓、水餃、果蒸粽產品收入係34.74億，同比減少5.84%。如果話品牌商同渠道商嘅痛點係財務報表上嘅壓力，咁最正面賣唔喐現實嘅，由觀察嚟睇，怕且仲係酒店人嘅怨氣最深。近年嚟，果蒸粽、月餅等呢啲睇似可有可無嘅應節產品，一早已經深陷喺高端酒店嘅運營系統當中。朋友圈入邊一早已經被果蒸粽海報刷屏，其背後多數都係酒店嘅員工。今年嘅目標係60盒，
但而家淨係賣出咗8盒。發埋朋友圈，仲要逐個問客戶有冇預算，要唔要幫手安排禮盒，成個微商咁。部門群入邊每日都喺度通報進度，仲要截屏朋友圈發咗未？客戶有冇回覆？端午節都就嚟成為績效考核嘅決戰日。喺社交平台上，一啲5星酒店市場部分員工分享咗各自嘅節前憂慮。滿天飛嘅文案同海報嘅背後，係果蒸粽呢盤傳統生意就喺度遭遇當前市場嘅冷眼，失去咗原有嘅節日紅利光環。前年好似係果蒸粽市場嘅分水嶺，嗰年嘅端午節好似撳低咗成個果蒸粽行業消費驟冷嘅掣。節前嘅超市、商場、電商平台上邊，各類果蒸粽禮盒堆積如山，但係就遲遲無人問津。距離節日只係剩返幾日，好多品牌依然有大批禮盒待售，眼睇住就嚟滯銷，紛紛開啟促銷模式。原本定位中高端嘅產品，不得不打出腰斬、膝頭哥斬級別嘅折扣，價格一降再降。呢一切唔再只係個別品牌嘅困境，而係成個市場消費心智驟變嘅訊號。好多人由嗰一刻先真正意識到，果蒸粽已經行緊下坡路。當時嘅果蒸粽已經喺度為咗自救紛紛創新，但係或者係審期疲勞，今日已經難以引起網友嘅心情波瀾。大多數都淪為品牌嘅自嗨，未能真正咁打動消費者嘅心，轉化為實際銷量。此外，越嚟越多嘅消費者開始警惕同抵制所謂嘅果蒸粽刺客，嗰啲睇似精美，實質性價比低下嘅高價禮盒。回歸產品本身越嚟越重要，手工粽同散裝粽嘅流行風潮亦都興咗起身，甚至比禮盒更加受到歡迎。就連跨界做果蒸粽嘅星巴克，亦都未能逃脫呢股寒意。星冰粽一度都係端午節社交貨幣嘅一部分，但近幾年星冰粽嘅表現一年不如一年。有網友話口味越發保守，設計略顯陳舊，產品線不斷縮減，創新逐漸乏力。到咗今年，果蒸粽市場嘅問題並未完全解決，甚至比之前更加複雜。一方面，成個行業嘅競爭依然激烈，但果蒸粽嘅銷售結構天然存在住時間短、峰值高嘅限制。佢高度依賴端午節呢幾日嘅集中爆發期，而喺其他嘅時間幾乎冇市場空間。另一方面，傳統果蒸粽嘅配方高油、高糖、高卡，亦都同當前消費者普遍追求嘅低脂、低糖輕飲食趨勢相悖。不得不提嘅係，品牌喺努力創新嘅同時，消費行為就悄然發生咗偏移。數據顯示，雖然成品種嘅銷量增長乏力，但係同包種相關嘅原材料就熱銷異常。根據禪魔方嘅數據，舊年端午節期間，粽葉嘅銷量同比增長咗大概178%。比起買現成嘅商品粽，好多消費者就係更加願意體驗一下媽媽牌、阿婆牌嘅果蒸粽，或者自己亦都試下感受節日嘅氣氛。但係對於餐飲行業嚟講，果蒸粽依然係一個擁有引流價值同情緒連接力嘅優質入口。就算整體市場遇冷，今年依然有唔少品牌喺呢條線上邊打出咗自己嘅亮點。節令經濟本來就係一塊值得深挖嘅金礦，而喺所有嘅傳統節氣同埋節日當中，端午節堪稱神助攻。唔單止儀式感強、文化符號鮮明，而且具備較強嘅消費氛圍同埋商品延展性。果蒸粽作為節日最具代表性嘅食品，唔單止承載住傳統情感，更加係品牌營銷同產品引流嘅絕佳切口。以西貝為例，品牌推出咗端午佳節套餐。除此之外，頗受小朋友喜愛嘅芝士粽亦都已經開售。由上線以嚟，西貝雜糧粽與其話係傳統美食，更加似係新式甜品，受到小朋友嘅喜愛。此外，西貝食肉課堂限定端午活動，了解仲夏嘅節氣知識，參與傳統手工活動。家長同小朋友可以夾手夾腳包粽。果蒸粽喺呢度唔再借商品，更加係家庭情感嘅媒介。而喺茶飲品牌當中，霸王茶姬嘅節日玩法就更具潮流化同社交屬性。霸王茶姬上海端午節出限定周邊，5月28號購買指定產品送端午粽毛絨公仔盲盒，5月31號起購買指定產品送粽下物語綠色編織帶。對於餐飲行業嚟講，未來喺消費者越發追求生活儀式感同埋個性表達嘅趨勢當中，
餐飲品牌點樣用節日食品講好一個品牌故事，延續一份文化情緒，亦都將成為節令營銷嘅下一輪價值競爭。今期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不見不散。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，請點個讚、關注、訂閱支持我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